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29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佑佩执事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每天赐给我们有新的一天。主啊，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粮。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求你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保持与你的关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使徒行传》的19章看见保罗到了以弗所的门徒，发现他们连圣灵都没有听过，就为他们奉主的名洗礼外，那也叫他们来认识领受圣灵的恩赐。那保罗在以弗所3个月加上2年推拉努学堂的教导，让整个亚细亚地区都听见主的道。那也看见在以弗所有一群这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那擅自利用主的名，没有得到权柄，也没有得到差遣，反而为自己带来了破口。那还有看到银匠迪米丢为了财力制造混乱，那用话语来攻击来生乱，但是也看见以弗所的书记官用话语就来搞定，来摆平这样子的混乱。那也让我们可以看见话语的力量。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的尾声哦。那我们接着请佑佩来带我们读20章的1到6节。好，保罗在访问马其顿和希腊，骚动平息后，保罗召集信徒，鼓励他们，同时向他们告别。于是他们离开那里，往马其顿去。他走遍了那一带地区，对信徒们说许多鼓励的话。然后他到了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保罗准备坐船到叙利亚去的时候，发现犹太人阴谋要杀害他，因此决定取到马其顿回去。跟他同行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特庇人该有，还有提摩太和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他们一行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节，我们从菲利比开船，5天后到达特罗亚，跟他们会合，在那里住了1星期。好，谢谢。那在19章就是这个主的道在以弗所亚细亚大大兴旺之后，保罗就心里面想要回去耶路撒冷。那只是回去这条路呢，他是想要经过马其顿，就是回到腓立比，那就是他先往上，再往下，再往北，再往南，不是直接回去这样子。那保罗总共找了7个人，那这个路线他也做了安排。那他就到了马其顿，这里的马其顿呢，就是指这个腓立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从安提阿经过这个加拉太一路来到了以弗所。那在以弗所3个月又2年，然后后来因为遇到城里边的暴动，那所以保罗他就去到了马其顿，到腓立比。那腓立比在到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在亚该亚，然后要往耶路撒冷。那他的原来的计划是这样，但是他这个地方呢，他也提到说，他既然都来到了哥林多，
好，因为在第2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已经在哥林多有18个月1年半的时间，那他想要再继续的前往罗马，好，那离罗马已经非常的靠近，所以他心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祷告，那或是已经有这样的感动，那他差遣了提摩太和以拉都先往马其顿去哦，好，那就是先到腓立比去，那自己暂时在亚细亚。好，那但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保罗发现呢，他在希腊就是到了哥林多住了3个月呢，保罗准备要坐船回去的时候呢，发现犹太人害他，所以他又原路回去，本来是要直接到耶路撒冷，那又原路回去。那跟他去的人呢，这7个人呢，分别是毕罗斯，那的儿子，毕罗斯意思是火红所把的。他的儿子叫索巴特，那意思是父亲的救赎者。那这个索巴特呢，可能就是罗马书16章最后有提到的索西巴德跟问安的名单当中。第2位是西里达古，那他的意思是最好的统治者。西公都意思是第2。那索巴特、亚里达古、西公都这3位呢，都来自于马其顿省，那可能就是从腓立比来。那第4位是该犹，他的意思是主。那前面有提到他，提摩太也有提过他。那该犹、提摩太都来自于加拉太省。那推基古意思是决定命运的。那在以弗所书第6章、哥罗西书第4章、提摩太后书第4章、提多书第3章，那都有提到这位推基古，所以他的角色呢，从使徒行传到监狱书信，还有保罗的教牧书信，那他跟在保罗的身边，时间非常的长，那可能也是从第3次布道旅行开始在以弗所，到了哥林多。那再来是第7位是特罗菲摩，他的名字是营养的。那在21章的29节，提摩太后书4章20节，那都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推基古、特罗菲摩可能都来自于是来自于亚细亚省，那可能就在以弗所的地区。那只是他们跟着保罗已经一路了来到了哥林多，所以有这7个代表。那接着我们再请佑佩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12节。好，保罗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星期6晚上，我们在一起聚会，分享爱宴。保罗向大家讲道，因为他第2天就要动身，所以一直讲下去，到了半夜。我们聚会的楼上房间有许多灯火，有一个名叫有堆谷的年轻人坐在窗口。当保罗继续讲话的时候，他渐渐困倦，终于沉沉入睡，从3层楼上掉了下来。大家扶他起来，发现他已经死了。保罗下楼伏在他身上，拥抱着他，说：“不要慌乱，他还有气息呢。”他接着又上楼，剥开饼吃了。他继续谈论许久，到天亮才离开。他们把那年轻人活活的送回家，大家都大受安慰。以上。那这里讲到星期6的晚上，其实就是和本翻成7日的头一日啊。那但是如果7日头一日，我们通常都是认为是礼拜天。那但是礼拜天早上，我们都从早上，但是它是星期6的晚上，就是安息日结束的时候。那他们在聚会跟剥饼。那这个地点呢是在他们来到了特罗亚，也就是当初保罗他看见异象，勇敢的跨越前往欧洲的那个地点。那在这里他们的聚会当中，因为隔天早上要起行，所以他就一直讲下去，直到半夜。
那这个地方呢，聚会的地方呢，人数虽然没有提到多少，但是也看到这个建筑呢至少有3层楼。那因为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呢，楼上的房间有许多的灯火，就是到那时候没有电，但是他们因为有许多的灯火，以至于大家还能够在夜里面聚会，而且这个灯火的量也非常足够，所以到了半夜，大家也不觉得疲倦。那这里提到有一个犹推谷的年轻人啊，那犹推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幸运或是好运，那这是一个奴隶的名字。那这个年轻的奴隶呢，那他在窗口，但是保罗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困倦沉睡，从3层楼上掉下去。所以路加在这里记载这个房子呢，它已经有3层楼高。那所以可见这也是一个来头不小的房子。那里面有3层楼，还有奴隶，还有很多的灯火。那这奴隶呢，可能白天做工，那晚上呢又想要听保罗讲道，那以至于呢，终于体力不支，睡着之后呢，又在楼上没有而且还要年轻，是一个少年人，就从3楼摔下来。那摔下来呢，不是骨折而已，甚至是死了。众人去扶他起来之后死了，所以这对大家来讲造成的骚动，或是害怕，或是这个骚乱，是非同小可。但第10节说保罗呢，他就下楼啊，这里保罗他就下楼，所以可以知道保罗他讲到的地点可能是在2楼。但是这个听到的地方可能3楼到1楼中间是一个天井，有一个空间可以从3楼直接掉到1楼，或是从3楼的外面掉下去。那但是保罗他就从2楼的讲道就中断，那下去到1楼，伏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那抱着他，又对大家说：你们不要慌乱，他还有气息。那保罗在这里的动作呢，虽然没有命令他起来，因为人家已经判断说他已经死了，但是保罗并没有叫他起床，而不是叫他起来，也没有医治他，但是保罗只有劝诫众人，劝诫众人。那劝诫众人呢，保罗接着又上楼，就是又回去2楼，然后剥饼吃了，再讲论许久。所以如果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个时候应该赶快处理应该要赶快为他来如果还有机会就赶快急救，如果没有机会，应该也是要准备安葬，那对他的尊敬。那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奴隶，奴隶在当时可能真的性命就不值钱。但是保罗可能也有用这样的看顾呢去劝诫大人，劝诫众人。那保罗就继续的他的讲道甚至还有举行这个圣餐，就是剥饼，那一直到天亮。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路加在这里的记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使徒行传的第9章36节到41节，那时候彼得来到了约帕，那在约帕呢医治了一个女门徒，就是多加，就是大比大，2个人是同一个名字。那大比大多加呢，他也是生病死了。那许多寡妇呢就来请求彼得来见他。那彼得呢就吩咐他大比大起来，所以大比大还真的从死里复活起来，让这个事情传遍约帕。那这个事情呢在保罗身上显然就是让我们看见有意要做一个对照，之前路加对彼得所做的在保罗身上也有做。那所以当保罗他讲到天亮好的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把那还活过来年轻人活的送回家，那大家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让我们看见有几个，一个就是在保罗的服事当中，那不会因为这些的突然的意外而中断他的讲道，或是他的聚会，或是圣餐的服事。
好，那但是发生这个出人命的时候，保罗也有第一时间的处理，那也有第一时间的来安慰大家，那也有或许也在这少年人的身上祷告。好，那最终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让这个推机鼓，对不起，不是推机，让这个年轻人犹推古，他也曾如他的名字非常幸运的能够得到主的道，还能够从死里复活。好，接着我们再请右佩他们来读13到16节。从特罗亚到米利都，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准备在那里接保罗。这是他所安排的，因为他自己要走陆路。他在亚朔跟我们会合，我们就接他上船，然后向米堆利尼出发。我们从那里再开船，第二天抵达基阿的对岸，第三天在沙漠靠岸，第四天到了米利都。保罗早已决定不在以弗所停留，免得在亚细亚省耽搁10日。他急着要赶到耶路撒冷，希望尽可能在五旬节前抵达。以上。好，谢谢。那保罗离开以弗所去了马其顿和哥林多，因为有人害他，他没办法直接搭船回到叙利亚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又从路上原路又回去，来到了特罗亚。特罗亚医治了讲道圣餐服事，也医治了这个少年人有推骨。那他接着呢又离开了特罗亚，那他也不是走陆路，有路。就是他跟这些大家分开的目的呢，可能一方面也是能够要躲避犹太人的追捕追杀，所以这里提到5个地方，到了亚朔，那从特罗亚到亚朔接保罗，然后再从亚朔到米推利尼，那特罗亚是在美西亚省，那接着到了亚朔、米推利尼、基阿，然后到了米利都，然后再接着经过这是穿插这个岛屿，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路线呢非常的复杂，有陆路有海路有岛路，有岛上的陆路又有航行，然后再跟不同的岛，那可见那时候的局势呢让保罗不得不走这样子非常繁复也是非常复杂的路线，因为可能真的犹太人对他的这个祸害非常的大。那亚朔呢，在特罗亚的南方32公里，那它的意思就是附近或是靠近。好，那他们这里路加又用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在这里呢又出现了说从20章看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所以可能路加都一直固定在这地方，他到了腓立比之后没有继续跟的第2次布道旅行，但是在第3次布道旅行的这个尾声呢，路加又加入了，那他们所以才能够对这一段的路线掌握得非常清楚，到底去了哪里和哪里和哪里。好，那又来到了米推利尼，好，那意思就是切断的，好，那在这个岛上的这个海岛上面，那也是这个海岛的首都，好，到今天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又接着呢，第2天到了基阿的对岸，好，那在萨摩附近来靠岸，好，那基阿的意思就是被雪覆盖是多雪，好，可见这个海上的岛呢，好，居然也有这个山上也会下雪。那还有这个米利都，好，他们从基阿到了萨摩，好，又到了米利都，好，那米利都的意思是纯白系羊毛，好，那已经接近了以弗所，接近了以弗所。那在米利都呢，也有许多的考古的遗迹好，这些的剧场，好，可见当时米利都好居住的人口也不少。好，那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里面，也有这个米利都好的市集的大门，好，长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也可以想象好，如果那时候保罗在特罗亚讲道，那从上面的3楼听到掉下来，那时候的3楼可能不是我们今天的3楼，可能是如果有这些挑高的廊柱的话，可能是4楼或5层楼，所以才会让这个少年人从楼上摔死。那保罗他在这个辗转的当中，他并没有想要回到以弗所，因为这个路线呢，他可能又要再进入到以弗所，那他就会在这边又会停留耽搁，因为他在以弗所已经足足有2年3个月以上的时间。好，那他又去到了马其顿和亚该亚省，好，又花了几个月的或是半年的时间，那才又要再回去到耶路撒冷。那但是他还是对这些以佛所的长老非常的有负担。好，那我们接着请右佩他们来读17到24节。保罗临别赠言。保罗从米利都派人去找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请他们来见他。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省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和你们相处，在谦卑和忧伤中侍奉主，又有与犹太人的谋害而经历许多磨练。你们也知道，你们也都知道，无论在公共场合或在你们个别的家里，在我宣讲和教导你们的时候，只要是对你们有益的，我都没有保留。无论对犹太人或外邦人，我都郑重地劝告他们，要他们悔改，转向上帝，并且信我们的主耶稣。现在为着顺服圣灵，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我只知道在各城市圣灵都指示我，有监狱和灾难等着我，但是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为的是要完成我的使命，成就主耶稣交给我的工作，就是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以上。那保罗在这个米利都稍作停留，但是他要来希望能够跟以弗所的长老见面。那所以当见到面之后，在米利都，保罗再次对这些长老们说你们知道我来到亚细亚的第一天，那就是其实第2次布道旅行的结尾，他就经过以弗所，第3次布道旅行的一开头就在以弗所停留相当长的时间。那保罗自己叙述他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服事，怎么样和众人的相处，大家都知道，所以这里出现了很多的知道。好，那保罗也非常详细，把他在这里2、3年来所做的事情，再一次来做一个 ending。那保罗说，只要对你们有益的都没有保留，无论是犹太人像外邦人，那都劝告他们要悔改，并且信靠主耶稣是基督。但现在顺服圣灵，所以保罗也知道他必须要回去耶路撒冷。那这次回去呢，会造成使徒行这个保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控告，就是因为他必须要受到很多的迫害和审判，但是圣灵已经让他有这样感动，他说他知道这些，但是他不知道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说我只知道在各城市圣灵都指示我，这些前面等着我的就是监狱和灾难了。好，那但是保罗说他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珍惜自己的性命，要完成他的使命，成就主耶稣所交的工作，就是来见证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是非常的忠心和顺服。那接着再请右佩带我们来读25到35节。好，我在各位当中跟大家来往，宣扬上帝的主权。现在我知道，今后你们都不会再见到我，所以我今天郑重
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沉沦，罪不在我，因为我已经毫无保留地把上帝的旨意传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谨慎，也要为圣灵所付托你们照顾的全群谨慎，要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借着自己儿子的死所换来的。我知道，在我离开后，有凶暴的豺狼要呃混混入你们中间来伤害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有人会造谣撒谎，诱惑门徒去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要记得这3年以来，我怎样日夜用眼泪劝诫、教导你们每一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和他恩典的信息中，他能够坚定你们的信心，又把他为自己的子民所预备的福泽赐给你们。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你们自己知道，我用我这双手工作来供以我和同工们的需要。我在各种事上给你们留下榜样，告诉你们应该这样劝劳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要记得主耶稣亲自说过的话，使比受更为有福。以上。谢谢。那保罗继续他的信息，好，那他在这一段的信息当中，为自己为他所做的工做一个结论，但是重点是讲给以弗所的长老们听。那这些长老们也是教会或是保罗在传福音事工上面非常重要的三宝的这个宝贝能够来兼顾教会牧养羊群。所以保罗说他怎么样的宣扬上帝的主权，那甚至他也知道他们可能以后没有办法再见面，但是保罗有一点在交代他的遗言，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的人沉沦，在耶稣基督再来接受审判，而没有被通过审判，这个罪都不在保罗，因为他已经毫无保留的把上帝的旨意教导出去。那也要保罗要提醒这群长老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了羊群来谨慎。这些羊群是圣灵所托付，而且是圣灵让这些长老来成为教会的监督，能够来照管羊群。那这些羊群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所得来的。那保罗也知道他离开，所以我们看这里用了很多的知道，前后总共有7个知道。那保罗也知道他离开之后会有这些的假教师、假先知来伤害羊群，甚至造谣撒谎，引诱门徒去跟随，所以要警醒，纪念保罗3年之久。好，那意思是纪念保罗在以弗所有3年的时间，如何昼夜不断的流泪劝诫，在推拉努的学坊，然后怎么样传福音，让所有住在亚细亚的人都能够听见主的道，然后能够来造就门徒，差派同工。那保罗也提到说他已经，那这是保罗的一个祝祷，就是他把这些的长老和教会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和上帝恩泽的信息当中，那神能够坚定你们的信心，也能够为他自己所子民所预备的福泽来赏赐给全教会。保罗提到他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物财产，好，那你们自己知道，好，保罗他是靠双手做工，因为他在凡事上都做榜样，叫人知道应该要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句话虽然在福音书没有记载，却从保罗的口中被记载下来。好，最后36到38，请右佩带们来读。
说完了这些话，保罗就跟他们全体跪下来祈祷，大家都哭了，抱着他亲吻，跟他道别。他们为了保罗所说今后都不会再见到我这句话特别伤心，于是他们就送他上船。以上。好，谢谢。好，那保罗在这里告别之后，那就用祷告，而且是跪下祷告，那大家互相的亲吻，好，那表示这个祝福，好，甚至大家因着听到保罗说以后不会再见到，好，所以这些布道旅行当中跟保罗的情感好非常深刻的是这个以弗所，还有腓立比，好，但是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这个教会，还有他对这个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不同。那所以保罗的第3次布道旅行，从安提阿经过了佛吕加到以弗所，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同时他的以弗所写下了哥林多前书，但是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知道前面还一卷，那哥林多前书后面还有一卷。那他从以弗所，那要去到哥林多，这段路上，这中间他有去过哥林多，又回来以弗所，但是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后来他去到了腓立比，那在腓立比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又去到了希腊的哥林多，好，那在哥林多写下了罗马书，那再从哥林多本来要搭船回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因为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又原路的回去，但是原路的回去呢，7个人跟众人分开，好，单独行走，比较不会被抓或是被认出来，而且还走了这个非常崎岖复杂的路线。那甚至最后来到了米利都，好，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港口的米利都，一起在那边来祷告，并且预言自己即将要受难以及圣灵的带领。好，那最后才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段路程当中，好，是非常的精彩，但是篇幅非常的紧凑。那么看见保罗呢，他到每个地方都是为了福音而来，但是他离开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了福音而离去。那我们也看见听保罗讲道嘛，居然听到出人命，而且保罗在整夜的通宵讲道聚会，目的都是为了要兼顾信徒们。那保罗也知道，他有7个知道，他为主所献上的一切，但唯一一个不知道，就是不晓得前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和灾难。那保罗看到他的一生，他的服事，他在所留下来的见证脚中都是在效法耶稣，一切都是为了耶稣，为了福音。那他也用一句话来结论，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好，谢谢佑佩，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的行踪，保罗的服事，透过他口，透过路加的手所记载，成为我们学习效仿的榜样。而这一切都是主耶稣早已经所立下来的榜样，也是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用丰盛的生命来乐意的与人分享。每当我们越分享，我们就越蒙福，我们也越看见上帝你的浩瀚，越看见上帝的慈爱是源源不绝。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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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